平西大军已经班损毁掉，是安怎？单独你一个人无倒转来？你敢知影？我日日拢伫咧担心，伫咧盼望你。敢讲你已经甲我袂记啊？是咯，你太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我，是咯。明的报春寒流星，桥在西凉中地流。身为驸马着银袖，向金营花满面羞。驸马，查家既然将忠心退，我就是信任。我的堂兄讲，驸马，你一定会偷早倒转去中原，爱甲相信，你袂离开查家。驸马，你讲对无？当初对我情意真，我却早有结花人，夫妻一方随相心，两命该走心里。驸马，驸马，这么正早，驸马，咱家己一个人踮遮伫咧伤心呢。哪有这个代志？本宫喜爱这个碧水湖，每一天透早，我总是来这行行。敢毋是一个思念你要想的人是？驸马，你大概是一个思念中原的乡亲。本宫是一个孤儿，亲生的父母早就去世，养父养母也过身真侪年啊。若安尼，驸马敢有什么兄弟姊妹？看驸马仪表堂堂，在中安城，大概早就有意中人咯。本族时常看到驸马，家己一人来这个所在，面带忧郁的心情，好亲像一个思念什么人。既然驸马你甲无亲人，若安尼，真可能是咧思念你的意中人啊。太近了，你突然间说伫咧甲我讲酸笑，你伫咧甲我讲这个酸笑，家书若去互公主听到，公主是会吃醋。本族并非是咧甲你讲笑，我是将伊当作真的。妈，你还未回答我，是毋是伫咧长安，还有另外属你朝思暮想的人呢？太清哦，你对伊心也真重了，何必去想遐尼真多咧？
卯时已经过啊，本宫应该爱回宫，请。太清龙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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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清龙，什么代志？遐尼只风光？迄天宝王有无？韩红英小妹韩素英啊，迄来安尼，即摆公主咧召见伊呢。呀，我看你上好正宫一撮，讲是吼，安尼特别要来看你呢。皇姑娘，恁兄妹拢是阮西辽国的公臣，也毋过对着你心思的代志，我早伫咧天宝山就有发现了。你这里放心，这件代志，查家会尽力促成这件婚事。多谢公主，免客。太清龙求见。不要紧，你若歹势直接甲伊见面，无你就小闪避一下。是。拜见公主。东兄小丽，东兄，皇姑娘来到咱西辽国的代志，想必这个消息你早就知咯。马达已经有甲我讲过，伊是专程来见我。无毋对啊。韩姑娘人呢？韩姑娘查某囡仔人，感觉甲你当年讲歹势，所以才由哀家来代替伊讲。到底是什么代志？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东兄。出蜀
我的性命，我会永远感激伊。也毋过，叫我答应这件婚事，这是无可能。王知道。参加王姐，良心。王姐，王弟，你虽是国王的侄儿，但是国王将你当作是亲生的囝儿看待。若论你的年纪应该就爱成婚，你偏偏唔结婚，这国王你哪会放心呢？王姐，心里也知影讲，我早就应该成婚咯。也毋过，我总袂用娶一个我无介意的人啊。要若安尼讲，韩姑娘你是看了无介意？当兄，亲像韩姑娘这种不嫁相传的姑娘，你还阁伫咧看人袂介意？你是暗算这世人无要娶妻？假使若无拄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，我甘愿这世人唔娶。王弟啊，国王最近定来破病，你安尼偏偏要为着这件代志，搁互国王来为你操心。王姐，心里对韩素英只是感恩，并无感情啊。哦，我甘愿为韩姑娘打破铁锤遍全国，替韩姑娘选一个品貌双全的如意郎君啊！龙主，启禀龙主，韩国牛韩瑞走出宫去了。哎呀，韩姑娘是一个性情真骄傲的查某囡仔，一定是拄则听到东爷爷的话，才就安尼走出宫去。哎，伊一个查某囡仔的个性，安尼先走出去，一定是勇斗结小。我想，伊一定会去自尽。公主，这么暗啊，你哪过来丽华宫？我是来问讲，你派人去探听韩姑娘，有消息无？无咧，要无我顾提。东爷，你敢是也派真侪人去找啊？不只是派人去找，连我家己亲身对中午找到即阵，连一点仔影迹都无，实在是要人急死。要无安尼，我搁派人去探听看卖啊。看东爷遐尔啊真着急，莫非真是有韩素英的痴情所感动？真是真情感动铁汉的心肠。回禀太清王，派去西门甲南门的人转来报告，讲无看到韩姑娘。搁去探听看卖。是。
恁太亲王放门甲东门的人转来报告，也无看到韩姑娘。太爷，是。是韩姑娘嘞。韩姑娘，公主佮太亲王到处都是伫咧找你，原来你就是伫咧这个劈水哦。韩姑娘，本强送你来去见太亲王府。你送我去做啥物嘞？每一天。伫咧寒假节，痴情伫咧等我。我想讲伊做阮较无用，我倒来接伊。我毋则家己走来找伊，想袂到伊。韩姑娘，是你甲公主金色好命，你会了解我心肝内的痛苦。伊变的痴情。我家，我想变成狗，我伫世间有啥物意思？韩姑娘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死心。太亲王，伊为你真着急，急到规暝拢足袂安心嘛。韩姑娘，我知影你袂生气见太亲王。要无安尼，我来去甲太亲王讲，叫伊亲自来接你好。你唔通走，你大只等我。